湯洛雯39歲生日，喺社交平台曬出一組慶生相，佢同老公馬國明頭貼頭，甜到唔得了。但全網嘅目光全部盯喺佢個肚上面，每張相都剛剛好遮住腹部，坐低被張台擋住，企立被手袋擋住，合照企最後排只露上半身。一張係巧合，全部都係，嗰就唔係巧合啦。上一次佢曬生活相仲係2月情人節，由嗰時到而家，社交平台幾乎靜音。一個曾經好鍾意分享日常嘅 TVB 花旦突然消失，除咗有咗，仲有咩理由？有人話佢塊面圓潤咗，手臂粗咗，呢個係幸福肥，定係人馬先有嘅收唔住嘅信號？有網友翻出佢往年生日相對比，去年著緊身裙瘦小蠻腰，今年由頭包到尾。馬國明只喺評論區發咗3個心形表情，一個字都冇多講。呢對向來低調嘅夫妻係喺度等一個黃道吉日，定係個肚大到收唔住啦？更加令人好奇嘅係，馬國明經歷過安心事件嘅背叛，曾經被全港同情。湯洛雯婚前有過一段4年苦戀，最終遺憾收場。兩個人都喺感情入面受過重傷，佢哋行到一齊係同病相憐，定係啱嘅時間遇到啱嘅人？今日我哋就由呢場遮肚生日宴講起，到湯洛雯同馬國明嘅戀愛史，婚前嗰段4年嘅遺憾，再到兩人婚後半隱退嘅生活，層層拋開呢對最甜夫妻嘅隱秘角落。第一部分，湯洛雯嘅家族同成長，星二代嘅佛系人生。湯洛雯出身演藝世家，老豆湯鎮宗係 TVB 第8期藝訓班出身，90年代北上發展到而家仲喺度拍緊夫。叔叔湯鎮業係武線5虎將之一，佢係名副其實嘅星二代，但佢唔係嗰種拼命爬一線嘅花旦，佢拍夫隨緣，唔爭唔搶，唔靠緋聞炒作。佢細個嗰陣就讀著名傳統女教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同聖保祿中學，中五畢業之後遠赴英國，入讀倫敦大學學院 UCL， 主修心理學。UCL 係世界10強名校，同牛津、劍橋齊名。2012年佢參選港姐，雖然只攞咗第6名，但都順利簽約 TVB， 演《光愛回家》、燦爛的外母、丫鬟大聯盟，被粉絲叫做靚湯。馬國明曾經話佢中意湯洛雯係因為佢好真，唔做作，唔討好任何人。呢份佛係由佢嘅成長經歷就睇得出，家庭優渥，唔需要靠嫁人改變命運；事業穩定，唔需要靠緋聞維持熱度。佢揀馬國明唔係因為佢視帝嘅身份，而係因為同佢一齊好舒服。第二部分，羅天宇4年苦戀，點解行唔到最後？喺遇到馬國明之前，湯洛雯有一段長達4年嘅感情，對象係 TVB 演員羅天宇。羅天宇都係星二代出身，媽咪係前港姐，佢喺 TVB 演過唔少劇集，最出名嘅角色係《愛回家》入面嘅馬子仁。兩個人2014年開始拍拖，當時湯洛雯啱啱選完港姐出道冇幾耐，羅天宇已經係 TVB 嘅熟面口。呢段戀情一開始好低調，後來慢慢被傳媒曝光。兩個人成日被影到約會、行街、一齊食飯。湯洛雯仲去過羅天宇屋企食飯，同屋企人相處得好好。外界都覺得佢哋遲早會結婚，因為兩個人性格都好溫和，唔嘈交，唔鬧緋聞，係 TVB 公認嘅金童玉女。但2018年，兩個人突然宣布分手。分手嘅講法係性格不合聚少離多，但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真正嘅原因可能同馬寶有關。羅天宇太聽媽咪嘅話，湯洛雯覺得佢冇主見。羅天宇有個最擅長做生意同炒樓嘅富媽咪，佢同細佬都衣食無憂，對演藝事業野心唔大。仲有人話兩個人對未來嘅規劃唔同，羅天宇想早啲結婚生仔，湯洛雯想再搏幾年事業。分手之後，湯洛雯喺訪問入面講中意年紀大過自己嘅男仔，覺得可以教我好多嘢，有安全感。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佢會揀大7歲嘅馬國明。呢段感情完咗之後，
兩個人都冇講過對方嘅壞話。湯洛雯只係講咗一句：佢係我好珍惜嘅人。分手之後，佢哋仲合作過劇集，冇尷尬，冇避嫌，算係 TVB 分手情侶入面處理得最體面嘅一對。第三部分，安心事件，馬國明被背叛，湯洛雯點樣成為佢嘅救贖？馬國明嘅感情路行得比湯洛雯更加曲折。早年同曾花倩傳過緋聞，佢大佢9歲，外界壓力大，屋企都反對，最後冇成。接住同胡定欣喺拍《衝上雲霄》嗰陣熟起嚟，後來拍拖，但兩個人性格唔太夾，分手之後仲做朋友。直到2017年，馬國明同黃心穎擦出火花，感情慢慢公開，甚至傳出要結婚。2019年安心事件爆發，黃心穎出軌許志安，馬國明成為全港同情對象，但佢冇公開指責，反而話我都係擔心佢。希望佢快啲行出陰影。人邊個冇過錯，感情本來就冇分對錯。呢份大度令網友封佢做絕世好男人。而湯洛雯當時係黃心穎嘅閨蜜，兩個人因為安心事件產生交集。2020年，馬國明同湯洛雯被影到約會，戀情曝光。一開始兩個人都冇承認，只係話了解緊。後來馬國明直接喺社交平台發咗一張兩隻小馬公仔靠埋一齊嘅相，配文多謝關心，算係正式官宣。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就帶住治癒嘅底色。馬國明需要一個人令佢重新相信愛情，湯洛雯需要一個人令佢有安全感。佢46歲，佢39歲，都係唔急唔躁嘅性格。馬國明喺訪問入面講過一句說話，同佢一齊好舒服。湯洛雯都講過，佢令我覺得安心。2023年12月，兩個人喺泰國蘇梅島低調完婚，婚禮只邀請咗至親好友。第四部分，婚後嘅半隱退，佢真係喺度避孕嗎？婚後湯洛雯嘅社交平台由一個禮拜幾次降到1-2個月一次。2025年幾乎冇公開活動，上一次分享生活相仲係2月情人節。粉絲問幾時拍新劇，佢唔回覆。記者問係咪退出娛樂圈，佢話有好劇本會拍嘅，委婉嘅暫時唔拍。馬國明年收入過千萬，湯洛雯完全冇經濟壓力，安心喺屋企做少奶奶，唔就係為避孕做準備嗎？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娛樂圈女星有咗之後頭3個月通常唔會公開，一係 BB 唔穩定，而係想揀好日子官宣。按時間推算，如果2月情人節嗰陣已經有咗，咁生日嗰陣剛好滿3個月，解禁期已到。生日過後，隨時可能官宣。關於有咗嘅傳聞，2024年就有傳媒影到兩個人行母嬰店。馬國明嘅粉絲後援會仲發過一條動態，話恭喜明哥要做爸爸啦。雖然好快就生咗，但截圖已經喺網上瘋傳。2025年3月，佢出席品牌活動，被問到係咪有咗，佢只係笑住話有消息會話俾大家知。呢次生日相嘅遮肚操作，更加令傳聞去到頂峰。第5部分，學霸夫妻，高學歷家庭嘅基因優勢。馬國明同湯洛雯唔單止係金童玉女，仲係學霸夫妻。馬國明中學畢業之後，跟屋企人移民加拿大，入讀英足哥倫比亞大學，修讀機械工程，係加拿大著名研究型大學，培養過8個諾貝爾獎得主。畢業之後，佢返香港揾工，寄出超過70封求職信，唯一嘅回應係 TVB 藝員訓練班嘅面試通知。呢份意外嘅通知令佢踏入演藝行業，由臨時演員做起，最初月薪得4500蚊。湯洛雯同樣學歷驚人，佢細個嗰陣就讀傳統名校聖保祿學校，中五畢業之後遠赴英國，入讀倫敦大學學院，主修心理學，係世界10強名校，同牛津、劍橋齊名。有網友調侃話，呢對夫妻生出嚟嘅仔女智商肯定爆燈。雖然冇確定消息，但兩個人嘅基因優勢確實令外界對佢哋嘅下一代充滿期待。第6部分，你哋點睇？
湯洛雯39歲生日，同馬國明甜蜜慶祝，但網友嘅注意力全部喺佢個肚上面，每張相都唔露腹部，係巧合定係官宣預告？由2月情人節神隱到而家，突然高調慶生，但又各種遮擋，呢個操作就差一句係啊，我有咗啦。馬國明46歲，湯洛雯39歲，呢個年紀要仔，唔算早都唔算遲。今年5月，有網友喺濟州島偶遇兩個人去旅行，感情好好，但似乎仲冇生 BB 嘅緊迫感。可能係佢哋更享受二人世界，可能 BB 已經喺度，只係未到官宣嘅時候。遮遮掩掩唔好過大大方方。等到邊日佢突然曬出一張孕肚相，評論區一定全部都係祝福。回顧湯洛雯呢一路，由羅天宇到馬國明，由4年苦戀到安心託付，佢終於喺39歲呢年活成咗自己想要嘅樣。唔爭唔搶，唔急唔躁，有事業有家庭，有愛情有體面，呢個大概就係最好嘅時光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，你覺得湯洛雯真係有咗嗎？如果冇有，點解每張相都刻意遮住個肚？如果你係湯洛雯，你會揀等穩定咗再公開，定係一有咗就話俾全世界知？喺評論區話我知。